好。感谢天恩师的一个主事的无私大愿，师母的大的王老师以及各位前贤的鼓励。昨天江阿姨跟我说疫情这个分享，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两天参加宝会很开心，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但是另外一个声音是感恩慈悲，然后我就上来了。真的，今天又学了一句话，是感恩慈悲，让后学有这个疗愈的机会。很感谢。借这个机会感恩我的祖师，他今天没有在这边。在我就是结完婚以后，经常觉得人生很苦，经常会很迷茫。之前也有接触过佛法，然后那时候差不多3、4年前开始吃素，因为吃素的因缘，认识了我们的饮食。吃素其实很好，虽然可能会有各种的困惑，但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，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很好的因缘，因为我们吃素，我经常认识一些吃素的朋友，比如说我的饮食，他就是这样，然后把我带到佛堂。那时候我就感觉，感觉说，我们这个业绩经常，是感觉业绩的牵引，要超生了死。所以那时候就没想，说人生很苦，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！但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太难了。我们的业力如果业障经常在不受业力的牵引，然后我的饮食带我去佛堂的时候，那边的前贤跟我说，求道可以让我们超生了死。再给自己加油。到这句话我真的很开心，但是我心里面有疑问，真的可以这样？真的很感谢天恩师的。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苦，所以我一定要。然后那天晚上，前贤跟我说，我向你请祷，你要不要请祷？我心里就想，我那时候真的很迷糊，不知道。但是我想说，他可以超生了死，那我先求再说。让我求到后面随着学习的深入，了解到亲口很好，在求到2个月后，因为亲口能力可以让我们断生生世世不再吃做生肉，可以断恶人，也可以让我们9贤之妻不再光我们的祖先，可以坐在最前面听地藏佛讲经。这亲口这么好，我当然有亲口。差不多2个月左右，我就说我要亲口，然后就亲口，在大陆在厦门亲口了。亲口我真的也很开心。回家跟我先生说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以后我们就一直吃素。其实我先生他也很好，他也一直很支持我。他虽然说没有怎么学习传统文化，但是我也很感谢他，他虽然没来，他经常很包容我。
我说其实他就笑一笑说好，但是他的观念跟对素食是没有感觉，因为做饭的是我问什么他就吃什么。好吃他就多吃一点，不好吃他就少吃一点，他是这样的。后面我们也慢慢学习了怎么做素食，但是他经常会开玩笑说，什么时候买点鱼啊肉来吃。一开始我会很生气，后面我慢慢也发现，他嘴巴这样说，但他行动上没有做，他还是在支持我的。后面有时候我会经常在家里放一些关于素食的一些观念，比如今天讲师有讲到的素食，它其实肉食它其实有很多的，对我们身体不是有利的，因为现在人比较关心健康，可以从这一块切入，然后就在渡人的时候，或者说在劝你吃素的时候，从这一块进入劝，就会比较容易。这2天学习来到的，后面也很感谢我们王老师和江阿姨、韩国他们都前行，他们一直鼓励我们要来台湾走一走看一看。来到这边好像心一下子静下来很多。昨天这次姻缘很好，就前头有给我们慈悲的知恩报恩。关于知恩报恩，就当跟家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，经常会感觉自己的这颗心很硬，不够柔软。因为当时在听周贤人在分享知恩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为什么自己的心这么硬，不够柔软？就是因为经常不懂得感恩。其实我们可以跟家人相处，多看看先生、孩子，还有自己周边的优点、吸引，每次都想他们优点的时候，这颗心就会有感觉到说他们也很不容易。我一开始是很会抱怨，后面有学习了之后，你会经常这样试着去做，真的有产生效果。我经常会这样想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我又这个心，然后心里在想，我先生也很不容易，大家都很不容易，就会开玩笑说真的很感恩有时候会这样，但是也会经常忘掉，所以还是要经常回到我们圣知识，回到佛陀的学习，接团队的力量，进步的才会更快。通过学习道脉传承的心理精神，这个道脉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。因为因为一贯道在大陆在我身边的朋友应该是不太了解，一提起来的时候也不太认可，就会去跟我堂姐分享这个事情。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没听过，他上百度去搜索，他说估计是邪教了，他还劝我说你不要去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你最后还是再了解一下。然后这次学习了道脉传承的心意心神，了解到自古稀世，到现在一代代传下来，一共有64代。然后从进阶到台湾，再回到大陆，这个其实道源的就是降在中华大陆。现在是老学班场，我们可以安心的学习。但是我们所求的道是正宗道脉，这个回去以后我也会跟我身边的朋友分享。然后也有学习到我们前人他们在开光的时候的精神，真的很感动。想到自己在渡人的时候，有时候被别的时候就受挫折，就有时候也会有那种放弃的想法。但是在学习的今天有了渡人的一堂课，更要摆正自己的心态，平常在渡人的时候还是要有平常心。如果我们之前没有广种善缘，先种善缘，然后再或者种佛缘，在实际成熟的时候，
慢慢的，其实只要有缘的都会进来，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。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在渡人的是一个渡人，也是在渡己。渡人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些烦恼的众生，因为我们烦恼的众生，就是把它渡了，也是一种自渡。老师说，只要徒儿有3分心，师父以7分，让徒儿10分的圆满。我们有这么好的老师，然后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？然后王老师他有讲到孝道，这个我也是很有感触，因为之前也经常孩子他有学习，因为孩子的语言有读经，有接触到传统文化，然后孝道这一点也是我要突破的。因为我有很多观念跟你不太一样。王建明老师他讲师有讲到说，其实对他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，最重要的是态度。我想真的是态度。虽然说有时候，好的，自己的想法是对的，但是对父母如果说这个色难态度没有做到的话，受很多都是很难对父母的心的。所以这个是我要去突破的，我多向真子的大圣或至圣先祖、至孝圣人学习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。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勿自暴，勿自弃，圣以玄可行智。谢谢大家。好，特别看到这一点，他这个笔记相当的赞叹。在座各位学姐这么认真的做笔记，这个时代认真做笔记的人少了，能够这么认真，值得我们给他赞赏，对不对？谢谢各位的帮助。